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欢迎收看今日的福起来。今日这个生日呢，我以出国做交换学生的，一方面可以接触到目标文化，一方面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。今日我哋谈个故事，如何以在国社会线上带动两个小朋友，希望哋一年巴厘岛做生活同文化交流。我哋今日马上来邀请到我哋今日来宾，我哋昨天国社会首领的邱先生。阿明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玲，今日个欢喜来到福起来嘅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冇看唔错哦，也係我哋呢客家嘅創作型嘅才藝，我哋呢邱麗麗邱先生。但是以今日來嘅身份係一個國社會先生嘅身份，像你也拜去參加你文化嘅嗰種交流，係一定樣嘅機緣會開始你文化交流。其實也講到國久以前，差唔多有10年前嘅哦，係有一個旅發嘅導演，叫做陳飛林，伊都係因為伊翕嘅一個天陽，嚇。這部電影拍了很久，到本阿婆的一封信呢。阿婆一封信呢？係，就給阿媽的一封信。因為伊為翕一個天陽係一開始係因為伊這個去到國外的時間，他寄宿的那個家庭，每一講，那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台灣的故事啊。伊啥空白，伊講乜嘅？係台灣有乜故事好講嘅？伊唔知，嗰時候伊都問講，剛好要過去請，嚇。順便找自己的故事，嗰時候一路開始寫劇本，好，你講用嘅翕一條東西，一路去尋這個阿婆嘅故事，後來一路問講，尋嗰度嘅後生誒，就是有從事一些創作的年輕人，他們也去找自己阿公阿婆嘅故事去記錄，了解以後呢，再用這個方式去創作一個作品出來。像我嘅部分都係我下一條稿誒，嗰時候像一張相片，一個都係我哋嘅下一個都姨婆，我去姨婆記錄姨婆嘅故事。因為我同樣姨婆感情改好，嗰時候都去了解伊嘅故事。最後面都下一條稿係送俾伊，不過有個天陽翕到後面，我哋唔前翕係也姨婆都過身咧。哦，係哦。嗰時候因為有個導演一路問講，也按你嘅做法改好，應該愛對各世嘅新人都開始。嗰時候一路帶人改到線上，我講唔但要用按你嘅方式去教我哋嘅後生嘅可以用嚟去了解自家，對自家開始。按你家族，好，甚至你的村莊，最後再去了解我們整個台灣島，我們來慢慢的拼湊起一個台灣的屬於台灣自己的故事。因為嗰度老人家一定頭擺，嗰度事情講唔得，一定嘅事推講唔得嘛。嗰時候更加可以講嘅時間，我哋都去提記錄一點嘅故事下來。嗰時候係因為按你關係呢，我都問講，梗係要咩來參加按你嘅計劃，我都用我自己嘅方式去帶新人呢。其實有個島嶼的集體記憶呢，佢喺台灣幾多學校嘅已經係上樣嘅課程，不過每啲線上會用自己冇共用嘅方式去上，我嘅方式都係帶新人呢去做文化的交流。從安尼唔講，對這個記錄這個阿嬤哈，你記錄喺姨婆開始，然後去認識這個，然後認識這個家族，認識這個沙器，慢慢地認識我哋呢一塊。我哋咧島嘅一塊歷史，就等於講每一個人對這個地方開始，一定要拼湊出一個集體的一個記憶。嗰種也會記憶都係一個島嶼特有的記憶。對。唔講係我哋係對內來，我哋可能有啲人用300年對泰國過來，有啲新住民我哋對南洋過來，但是呢來也會島嶼以後，我哋鄉下記憶都交接了。對。嗰種也會一啲記憶地位，我表唔過，梗係其他帶新人嚟去演練咯。呢度新人嚟，應該話講，唔當主要一記憶同學校嘅線上講，我哋帶新人嚟去做呢交流時間，會幾多人參加喎？其實一開始冇明講，我帶一定去到嘅，
一开始咧，基本都讲我哋来写信咧，写信咧，做笔友嘛，做笔友，哎呦，我看。嗰度人伊无创啊，就安泰应该是唔掂啊，就笔友，因为今日用赖啦，吼，用嗰种写信咧，因为做笔友啊。错，因为都系蛮讲人家嘅速度铁夹，哈，我哋爱同慢讲发吼，就发一个讯息，马上都接到，马上都会起来。嘿，其实都感觉失去了一点温度。啊，都蛮讲，噶来搞生人嘅写信咧，啊，必定讲，写信咧係乜嘅東西？啊，其實我哋喺進行嘅好長嘅時間，咩幾多個奇妙嘅事情啊！啊，像一定冇去過郵局寄信啊，因為人家唔可以寄信嚟呀，係啊，都 email 發到都出去嘅。錯，嗰時候因為我睇巴厘島有認識一個家庭啦，嗰時候我上去嘅，啊嗰時候我都問講，假如來同一定嘅片咧，新人咧來交流。我都去哦，去到一定嘅，我都去前年咧學教嘅有提講，我哋咧學生咧同啲咧學生嚟做朋友，好唔好？我哋嚟寫信咧，啊一定要講，好啊，嗰種嗰啲 email 啊，好都開始，我都拿個名單過來啊，好都本身人哋臭筆友啊，都儲得，儲到百多萬嘅名啊，有幾多嗌嘅朋友啊，吼，英文字一長串都念唔出來啊，而且話符唔出都係寫來寫去。可能唔是，哎呀唔啲，那就很奇妙嘛，就你會充滿期待呀。哈，都講啊，都開始都寫信嚟嘛，啊，我哋每一張也有冇同樣嘅主題。可是邱老師，請問用一下，用英文寫，用英文寫，請問你做田國社還是做田國做？我哋做田國社嘅生意咪該似嗬，6年生嘅生意咧啊，英文課已經上嘅有一啲長度嘅嘛嗬，但係當然唔係講每一啲生意嚟講話，我嘅做法會係講，其實。我唔係愛表現我嘅英文越好誒，最主要係先去了解這個故事那個過程，因為我寫東西出來，一定要先去了解這個嘛。我介紹，我介紹這個文化本人第一時間，一定要先去了解這個東西。那透過這樣的過程的時候，其實那個過程對我來講係最重要嘅。重要嘅。係寫信咧，用嚟寫出來嘅，其實我唔會講寫嘅唔好，文法唔錯，唔怕。這就是一個練習的過程嘛，一定如果自己去上網查啦 ，Google 翻譯呀，嘛都請先生、請朋友、請家長聽書。咁對我來講，你有一個動力，我想去寫一個東西，就夠了。你最好嘅。超。你等我花這個時間去解決這個事情，其實最重要嘅。超。其實頭先你哋講嘅，伊啲最重要嘅東西講，寫信咧唔單止係啲交流，其實一方面係講，你這個要先練起慢語。好，你這個唔練起慢語，因為我哋可能冇辦法講，馬上都訪問我哋阿婆。但是我哋至少可以先了解我哋這個，先了解我哋這個去介紹文化人啷啲。咁，我哋英語嗰邊咧，巴厘島嗰邊小學，一定咪係用我哋方法嘛？係，一定其實一開始嘅時間一定唔啲。唔係講詳細講，一定要到底要做乜嘅啦。啊，如講反正一定都新年嘅寫信嘅交流嘛。啊，一定都等咯，一定都新嘅去嘅，好接到嘅嗬，咪改聽啊，接到新嘅改聽，因為對一定嚟講嘛冇睇寫信嘅呀。好，啊新年嘅後來嘅欣賞，感覺他也變得比較投入。好，如搞新年嘅回信啊，嗰度，啊我一定等嘅哦。你第一封信咧寄出去以後咧，每啲人基本嚟講。老師回信了沒？一定數到嘅冇，一定數到嘅冇，我哋哪叫佢數到先嘅呀？係，就是那個期待的過程也是很有趣啊。有趣哦，係啊。啊，嗰個我哋都話咧，每一張嘢冇同樣嘅主題，我哋咧基本都會講一張嘢下一封信咧。係啊，我也不一定要等你回信，我哋嗱下，反正我哋第一封信咧下係的，好，我哋進行第二封信的主題。阿魯安尼寫到勁，安尼都見你話題寫。係哦，咁有邊個主題係咪都像我經常講其實係跟這個了解自己的歷史啊，那些有關係。因為我有安排，就是從這個開始，第一封信都介紹這個嘛，第二封信咧介紹盧卡尼啊，第三封信咧我哋都介紹我哋嘅餐桌。你可以了解飲食文化。啊，有個奇妙，我哋寫嘛個東西過去
对方如果肥嘛个东西，哈，如果同样的主题啊，一定两片如果底下讲，这片呢同下边一片呢有嘛个无同样。你讲好多的文化比较吼。错，系啊，最后，像一定要毕业以前最后一封信呢，如何从一个岛屿的角度，我用来同安尼介绍人台湾，介绍这家本朋友啲安尼。其實因為對寫英文嚟講，已經一路一厲害呢。困難呢？點解一定寫落去先嚟吼？我可能有點我看唔順呢。我還要去翻譯呢，覺得太驚訝了，他們竟然可以寫出這種信。越來越好，係啊。唔過吼，咁我哋以前有交筆友，筆友最慢的吼，一條約見面，你方便見面嗎？咁啊，敲門後來也都筆友有見面冇？其實當然要見面冇咁簡單嘛，哈。台灣英語嘛。係啊，古時候我都問講拄好一定3月份嘅時節，一定咧過年。我都問講，一定過年同人哋過年一定冇共樣。係哦。怪奇妙。一定係乜嘅教啊？一定係印度教。印度教。係。印尼啊，大部分都回教。係哩，我哋一般行都如漢。錯啊！但是巴厘島一個 tip， 它島上大概95%印度教。印度教，嗰個印度教係3年嘅過年。係，但差唔多都3年嘅幾下嘅過年。好，你們講，咁可能有機會來帶新年嘅禮物。係，都寫計劃㗎，好本教狀況啊，可能有機會冇？可以呢。幾好呢？成交未？冇，因為我哋就唱6年生係送樣嘅課程，嗰時候都6年生嘅學生喺裏邊呢，都來參加甄選，都辦了個甄選活動啊，係啊。咁按樣我然後最尾被選上咯。其實我即個喺拍嘅時間，我都問講，好，因為課程差唔多上一半嘅時間，我都同新人講，我哋要機會，我帶新人嚟去。唔但係有上去嘅人呢，來同我拿申請表，你要先給我一個書面資料。當行嗰種問題，我有冇講課程上喺多件有乜嘅感覺啦，對有乜嘅影響，冇如講剛我哋去到外國嘅時間，遇到乜嘅問題，我用解決咯，有條問題，而且可能他們基本能力嘛，因為帶出去，可能我不可能無時無刻照顧孩子嘛，那。都一點都下落，後來發現啊，其實真是來甄選的學生不多，差唔多6、7的。你問題幾難呢？唔講到負責搞本事啥都好。沒有，因為我有問題，我哋嘅申請表當中有講，有嘅東西呢，唔係有申請過嘅啊，嗬，唔係搶單字去記哦。我哋要做嗰度資料個，好，我以前要做嗰度功課，古代又要做嗰度嘅結果嘛，就是我們要做成果啊，好，來讓大家知道說我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啊呢。係啊，一定蠻敢來先，第一個就很勇敢嘛。可能我先講，你的語言能力，你最少基本的英文，你要能跟別人互動。第2階段就面試。呢塊有面試。面試。對下，面試嘅事情我哋等下嚟講。然後我去第1年嘅巴厘島，我2屆堂來睇到我申請表聽要面試哦。我哋休息一下，等下我哋看看到底面試出來嘅聲音係乜嘢。翻返過來復起來嘅，我哋今日現場都有2個小朋友，如果也係被選錯嘅小朋友，第一個我哋呢歐陽少成來同他們打啲招呼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竹田國小6年級歐陽少成。聽見到我哋嘅網友的阿德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竹田國小6年生嘅王友德。雖然有2個小朋友係選出來，但是我數項啊，有一啲。頭到我哋咧阿丁先生講嘅講，伊哋愛送出伊哋咧申請單，其實申請單裡面吼是太鬼神奇啊！人家要通唔通嘅問題，因為通常吼有啲咧講，旅途當中，當我們遇到很多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的不便時，你會怎麼面對？結果伊講媽嘢講，我會忍耐啊。好，跟住佢重要啦，吼，因為我哋一條遠嘛，吼，我把有一啲講。你認為你的哪些能力或特質，哈，有乜個能力同特質，哈，喺我哋要不要去到1年時間可以發揮？伊講話嚟講，可以吃辣，我可以洗冷水澡，
可是也当你有线索嘛，你可以是咱的，伊你绝对冇问题的。冇，也个好了冇先到。系啊，因为我特质最慢我俾你选出来咯。我头都讲，都系讲基本的英文能力。英文能力。啊，你愿意跟人家分享，也不重要。也个系啊，个重要啊，因为你如果交流嘛，哈，你如果太害羞，不敢分享，那个也没有办法。系啊，自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，好，互相照顾。故说，后来阿德路线到伊。啊，因为欧阳伊开始冇来先，嘿，因为以后因为佢向我同新人讲，我哋可能会先一代冇利用嘅去，啊，伊谈到一代，甲迄先到爱抢爱一代人，嗰种有时把代人讲呢，又冇来先啊，上周淡定嘿，啊，后来阿德有来选嘛，啊，其他新人呢，啊，佢下选到三个，啊，那个两个家长可能后来有嗰度嘅考虑吼，都冇必定新人嚟去，啊，都存到阿德啊。打死不退，很坚持。系啊，阿姨妈妈都讲，是啊，你几好啊，你几好机会啊，吼，啊，都好，甲都带伊去。啊，但是呢，阿有问讲，抢带一代吼，他也感觉很孤单呐。系啊，比如讲，他上厕所，男生厕所啊，我又不能进去，我可能也不能顾着他。啊，讲，咁迄可能还有生意爱希望，迄假是讲可以有两个发最好嘛，互相照顾。我都问学生爱讲，但嘛有慢你上去的冇，嘿，以后来底下阿德爱去啊，还更加个上去啊。终于知道有伴了啦哈，有你要可以一起穷阿姨的时间。对啊，所以这后来都带一点两个去啊。但提供人哋有用係媽媽係越南人係咪？咁從你去越南人，咁你這個會講越南話嗎？我原本不会，是我妈在平常的时候，就是会跟我讲越南话。她如果不懂的话，就是跟我妈说，就是问我妈。可是他有一些单字你理解，你就说你可能当时不理解，但是你大概会猜出他那个单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？不会，因为他那个音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咁你係咪可以教我哋一些簡單的一個越南的話嗎？就吃飯呢？哦，吃飯好，吃飯沒，還有個重要係幫我們。你是問吃飯的沒有是嗎？係。安甘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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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甘第二個字要閉嘴。安甘蔗。所以說哪個東西是吃飯啊？吃飯啊？羹是飯，羹是飯，那安是吃。好，那後面那是媽，是媽。問號的意思嘛？啊，那個啲，那他那個讀到給印尼的朋友，那個安甘蔗，他就說越南，你講安甘蔗，你講唔清楚咯，安得上來。哎，這個種的用啥？要不要印尼以前啊，出門的之前都做筆友嘛，哈，跟用英文一下，你嘛準備乜嘅東西嘛？讀英文。讀英文。你有沒有通英文啊？去看一些英文的書，是，然後還會去網絡上面查一些巴厘島的資訊。巴厘島的資訊，譬如講，伊哋咧文圖啦，吼，伊哋嗰邊咧平常喺作用喺上夫，係咪？咁歐陽呢？你有沒有做什麼樣的一個行前的一個準備啊？都是因為老師說要準備禮物，我那時候我跟我媽就是去那個文具那邊，就是賣文具那邊。我跟我媽那邊想超久，不懂要買什麼。對，其實挑禮物是一個歸創業為的學問，因為你又唔可以送到便宜唔好的東西，因為我哋有文化上面的差異，我們有文化上面的差異，你這個剛好不能都挑到剛好是碰觸別人的禁忌的東西，但是你如果送到便宜還好的東西，剛剛最慢選到嘛？你最後選到什麼？送那個有兩個朋友嘛？好，有兩個朋友。我送男生的是那個存錢筒，上面有那個書法的存錢筒，好都有中國的竹子的，中國文化意涵啦，嘿。啊，女生的是送沙漏。沙漏，對，好，嗰種好係，就咁伊哋當伊哋書到，嗰兩個都係人筆友，咁你的伊哋人筆友書到有禮物以後，伊感覺怎麼樣？開心嗎？還是？好像都蠻開心的，因為畢竟是其他國家的人送你的。咁阿登呢？阿登你送人筆友乜東西啊？我送他文具組。文具組，用嗰種變形金剛嘅嗰種打開落嗰種擦那種。如鉛筆、塗的擦，安尼。哦。咁你當初那我想要送伊文具組。比較實用。比較實用，你至少唔管太細。哎，你知道你的筆友是男的女的嗎？
通信都知道。你有几个笔友？2个。所以说，你的有量啊哈。冇，因为伊哋咧學生喺嗰度，39嘅，我哋生日係32嘅，嗰時有第位生日嘅話有量嘅，係啊，嗰時都好一點量嘅。啊，量嘅係細仔係細妹嘅？一個細仔，一個細妹。佢都好。北牆咩咧？北牆咩厝到咧？看名啊，但是看唔出。冇看唔出。北牆咩厝到咧？因為剛剛你說全部係台灣人的嘛，你看名字都可以知道他是男的女，可是全部都是英文嘛，對不對？但是伊的那名啊，有那個字是代表性別的，不過有些是看得出來，但係我哋唔了解。係啊，即係唔能了解嘅都冇問題啊，應該係咪觸動係冇問題嘅嘛？嗰時兩個路係雙文具組合。係。好，咁伊的按的觸動呢禮物呢，伊都有回禮嘛？有。幾係乜個東西啊？傘夫。巴厘島嘅傘夫。係，亦係有上面伊的呢，應該講嘅伊的呢圖形係咪？嘿，哦，巴黎，哦 ，BALI，巴黎，啊，相反嘛嘿，好，没，它倒过来，倒着也是一个，也是同样，对，抄，按太涼呢？都可以睇咋噶，都好哈，咁佢太涼呢。嗰個朋友有特別偷歌呢。你還是講，其實伊哋咧交換筆友時，路上講我是黃耀德，身高多少，體重多少，可是這個啊，咁謝他咧。你嘅先嘅地方有寫嘅嚇？冇哈。咁有用咯，後來伊拿樹洞牙沙漏，某樹洞牙嘅存錢筒，伊都有乜個回禮。就我還沒送的時候，那個女生就直接拿出一幅超大的，我原本還不知道那是什麼，結果好像剛好有破洞，我就看到一幅超大的畫。什麼樣超大的畫？就是那個他的朋友送他一幅很大的畫。後來我又問講，誒，有嘅係500嘅未？講唔咩？又係800嘅。哎呦，還不講呢？那個送禮物的過程很有趣。真的嗎？因為我哋穿衣不起哦，如果唔前打招呼給到哦，他們就蜂擁而上，然後這2個嚇傻了，因為他們沒有預期說。看到男明星。對，一定講，我突然覺得我自己好像明星。啊，給到學生哎呀，吼，欣賞咯，大家就出來迎接我們，啊嚕。伊的朋友都一定趕快叫那個女生，然後就一直過來，然後就拿一個很大，因為其實有一個強哎，有啲強哎，嘿啊，但係我哋帶唔過來，哦係啊，佢快帶用，買個強哎啊，條握手啊呢，個奇妙呢。嗰時好，我哋先來還原嗰個事情。嗰時如果我哋咧阿玲先生帶同我哋2個小朋友去到嗰個時間。伊哋啲筆友都俾送出來啦，伊哋都遞啊講，誒萬年啲筆友會來，嗰時都寫準備好，嗰時你標嘛標唔得，你叫佢俾送出來，真係係送出來嘅，個費死啊！因為安尼生意嚟，唔啱絕對唔可能講提幾片都企嚟嘅，而且筆友送出來。啊，你看到你筆友，你感覺點樣呀？被嚇到，怎麼被嚇到咯？太熱情了。好。咁唔知個朋友咯。唔知個朋友唔看到，以前啊嗬，我講唔定可以見狀嘛，喂，我講唔定可以見狀哦，我係時候帶你哋去外國見狀，唔定見狀嘛，跟住。你見狀嘛？我要俾筆友睇嘅。唔係帶生日，帶朋友嘅生日嚟出去啊。你啲經驗嚟嗬。係啊，我講唔定見狀嘛，跟住唔定我啲朋友送嘅樣嘅。筆友冇買相片嚇？幾下以前定有看到相片冇？冇，冇看到嘛嗬。安尼話有啲朦朧嘅嗰種幻想嗬。唔知上一樣嘅啊啦，好個見狀啊啦，啊喺度看到咯。完全不一樣。馬上就完全不一樣啊！不能喺細拉個個發現細模樣的意思哈。同想象中的冇咁樣。你想象是什麼？就是再黑一點。結果很白是嗎？冇暗烏都抄嘅。冇暗烏。裡面有看過一定嘅呢，一定嘅片你的相片係咪？係一定嘅片你真係皮膚夠烏。啊，可能你。但是你的筆友可能不怕。也可能是前經驗的膚美表面嘛。跟歐陽哦，你看到你的筆友，你自己的感覺，跟你想象的有同樣嗎？他之前就是寫信的時候，還有就是上面就有那個貼照片。所以說你大概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你的筆友出來。沒有，我是那時候到那個就是住的地方，就在路程的時候就看到。就是哦，我們要回去住的地方路上，啊，一點生意呢，不用學嘅我哋嘅聊嘛，哈，你對路況可能啊，因為一點個識嗌啊，看到咧，哎呀，啊，一路看到幾個朋友。
你不是有朋友当初冇来讲，卢芳有读到，免我哋睇卢芳嘅时节都有先看到，你先看到诶。嘿，後來去學校嘅也出來迎接呢。哦，有的小朋友去印尼看伊哋嘅比游過程，實在鬼神奇哦。調先一下我等下嚟一個神奇嘅故事哦。反正過來福起來嘅，入面嘅人咧現場有兩個小朋友，嗰時我哋見啦，入面嘅現場嗰度嘅笑聲吼，像阿弟先生，你一擺帶細人嚟去印尼嘅巴厘島嘅時節，都係人嚟講嘢。錯。唔同要講，伊哋講嘢同你鬼無共樣，係樣無共樣啊。伊哋講嘢啊，伊哋很寧靜日。係寧靜日。係寧靜日。啊，今日啊哈，所有人唔可以出去。唔可以出去哦。嗰時唔可以拜年。不行。伊哋呢過年的意思係講，每年要睇到卡反省、自省，哈。啊，嗰時候冇人可以出去，路巷唔可以有茶有人。嗰時候飯店嘅啦、店嘅啦，吼，嗰條全部關門。咁阿睇到卡怎麼咯？反省安靜，連機場都關閉。機場關閉啊？飛機唔可以閉。唔可以，係啊，觀光客你也就只能待在飯店裡面。唔可以出來。對。咁快些，可能唔小心行出來咯。我本人留到，他們會有警衛。哦，係哦。對。會發係咪？會發到。唐宮有一種方法係講，唔可以準備嗰度嘅公平去廟地拜懺悔。啊，大家人我去看那家人咧，走出來，本人留到。好，安尼好。嗰種伊哋咧過年其實係一種自我反省嘅嘢。對，啊，很安靜。啊，同阿哋咧過年咁冇共樣嘛，阿哋咧親老爺不用自拋誒，吼。就是鑼鼓喧天，啊，不要都開始嗰東西都出來拜年啦，哈。阿某一定咧都很安靜，很寧靜。啊，後來一定竟然有一個該貼喺嘅做法，因為更加後生嘅大家會滑手機啊，哈。啊，寧靜日在家就大家都在滑手機，不過一定咧政府，你的政府講給你的24小時斷網路，整個島沒有網路。嗰時你咪佢確實咧在執行講，要反省一件事情。要反省，每個人要面對自己。因為頭都人講寧靜去啊，你鬼好啊，反正民意嘛鬼寧靜，你看書記咧，好年來。但是政府還是因為講，也要過年的精神一定要有。對，他們所以就宣布這個政策啊，因為過年給你的很安靜，但是一旦頭前2日。就會有一些慶祝的祭祀活動。哦，慶祝的活動，很用的慶祝的活動。像我哋會前一日可能要行路去海邊。行路去海邊。沖牙，係。沖牙也可以有相片。走路去海邊拜拜。啊，我哋今日哋行嘅會是行嘅5公里、6公里哈。6公里。貴人呢？係。到海邊去拜拜，啊有一點兩個都穿他們的，我們會穿傳統服，阿路行的，阿我哋呢歐陽他有故事可以說啦，因為行路的時間，怎麼了？很有的故事啊，就是腳，就是鞋子會刺腳，就破皮，起水泡，對，起水泡，鞋子大小不對，是不是？沒有，他們那裡都穿拖鞋，穿拖鞋，我們大家穿夾腳拖走路去海邊，走了6公里，結果都行到破皮係咪？然後半路就說，看他越走越慢，怎麼了？他腳很痛，最後是脫掉鞋子走，他就赤腳走到海邊去。嗨，這個就其中一個就是走路到海邊去拜拜，那一個祭祀很大的祭祀活動。係啊，還有一點傍晚的時候，傍晚的時候前一年還是前2年？前一年的傍晚，早晨去沖牙，傍晚的時候，一點如果他們那種很邪惡的力量都會在白天跟黑夜交界的時候，不是臨暗的時間要做驅邪的儀式。好，每一人都負責一個任務，就是要製造很多的聲音在家裡面前後後啊，敲敲打打，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東西驅趕走。你趕鬼耶？啊，超，你負責什麼？哭嘅
竹筒，竹筒啊，咚咚咚咚咚咚。扣口袋上，我是拿那个可口可乐，可乐就是罐子啊，里面装那个石头，石头哈，敲打这样子。行来行去嘛。就在他们家的周围，巡一遍这样。其实贵庄伊乱的做。家家户户都在咚咚咚咚。对，那个时候，对，阿都驱邪的仪式也是很有意思的。那安布头去的哦，一定的闹年。嘿哟。安布头有一个活动叫做欧狗欧狗，等下我帮我看，迄通夫的名啊没？欧狗欧狗黑马个？迄是一个什么样？黑马个名啊？鬼哦，鬼的名哎。其实一点如果每一个村庄，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材质，做一个非常巨大的恶魔。每个村庄做好之后，在那天晚上，就是过年的前一天晚上。所有的人都要出去，然后去参与这个欧狗欧狗的游行，就抬着鬼啊出去啊，然后到每一个街口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欧狗欧狗都会互相较劲啊，你从我的那 K 位会互相较劲，可是伊的每一个村庄，我周围的这个欧狗欧狗，然后有的欧狗都是这俺人讲年上是不是这？如果讲出来游行，然后堵多时间，如果来较劲。嗰個最晚會送去奶嘛，還是講最晚會飆去奶的？我嗰個。唔看到啊？燒黑，睇哪燒啊？睇一點呢，算村子裡面的活動中心。所有嘅我我習慣嘅睇點會燒黑係咪？其實差唔多，太有一朵呀。附近的村庄比较巨大的那个欧狗大4个哈，4个，跟我们那个村庄够好的啦，够好的可能有3、4个，那我老多了啦哈，其实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，都会有一个特别巨大，其他可能我有几細嘅生意呢，一定我講嘅幾細啊，沒有幾細個輕嘅哦，因為生意呢，因為他們有分哦，最輕細生意呢有這個可能幼兒園階段的也會有一個給他們抬，然後小學階段的會有另外一個比較大一點的給他們抬。有啲問題啊，李先生，萬人做嘅喏。一定這個做啊！一定這個做啊！嗰個生意呢，就冇學。一定會學習做嘅。嗰是係一種嘅，我講。伊種文化，都要傳承下去嘅吼。係啊，像一定安尼安布頭，安尼去到嘅時節，安布頭去看一定睇做，嗰度生意呢睇看咯，因為睇做嘅最大嘅集嘛，睇人睇做，生意就睇看，嚇，係啊。伊哋係用嘅東西做嘅呀？做嘅，外面裹嘛呀？做嘅係嘅啦。抬轿子的那個部分啊，抬的部分是竹子，上面的本體咯。本體每一個村莊的做法不一樣。像今樣啊，等嘅我們那個村莊也係用自然的素材，都是用椰子嘛，椰子殼啊，椰子葉嘛，哈。嗰所以冇鬼聽講用乜東西做，你鬼神奇，你鬼活潑呢，嗬。冇鬼聽講一定要用嘅線，嚇，冇鬼聽都乜東西做。咁歐陽咯，你突然把新人的一種歌唱地方，有個我冇唔感覺到神奇嘅嘛？特別印象深刻的。就看到流星啊。流星哦。對啊，因為那時候就是全部都沒有開燈嘛，光害很少，就可以看到星星，就是錄的年忌日給你的啦。對，年忌日那一天了，因為那一天其實最傳統的就是不開火、不開燈，大家也都不講話，這樣。不是都暗不頭夜，全黑。聽說在那一天，你如果用那個 Google 地圖看啊，就是巴厘島就會暗暗的。那一天就環保啊。是，的確是啊，他們有一個目的就是這樣。一直看到流星。對。光害很少，你從來沒看過這麼多星星嗎？對啊，因為在台灣就。那如果工坊哈，哪邊都很亮。對啊。就是還有在2樓那時候，就是我跟阿德就是一直被問說，就是用英文說問問題，問什麼問題？考試嗎？冇啦，因為我們住的那戶人家的主人，其實一定要對新年的規劃。你講，假來提示你見每一點問題，我一定用英文講出來嚟練習英文。反正有一點英文個來言，你嚟練習一下英文。一定的新年呢，有沒有練啊？一定都講巴黎語或者是印尼語嘛。不是一點嘛，就是小孩子，因為家裡也很多小孩子，就窮下咯，睇練習英文。因為我記得講，伊個印尼嘅巴厘島有嗰種鬥雞，係咪？你有冇看到冇？有。喺某個時間看到嘅呀？
在早上的时候，过完年那个早上，过完年对就是哦，嗰是宁静日，係的係，還有別的法通係咪？应该是前一天哦。前一天是前一天，是前一天。過會記唔得。你各位都搶標的。前一天呐，他们几乎主要的庆祝活動都在前一天。我人講人30啦，哈。鬥雞，你要分享一下嗎？它斗雞就是一開始腳上會綁刀子，這麼弄？就是因為2隻鬥雞要鬥嘛，啊要分出勝負，對，就看哪一隻雞先倒下。哦，伊能，按那個啲，伊能把伊的塔嘅伊的斗位其實都夠容易見勝負啦，哈。對，就是鬥雞是。因為有時冇斗位方，唔得愛壓到一丟。好，剛才的輸贏有咯，把他的腳拿去砍掉，然後就直接殺了。現場殺雞，輸的雞刀腳就被砍了，然後肉就被一隻腳砍掉給那個贏的的鬥雞的主人。真的哦，就是那隻失敗的雞，現場就會抓去就是拔毛，然後就變成寧靜日的晚餐。那個一隻雞腿就要給贏的那個人。那據他們的說法是說，其實捨得給隻雞腿，你會充滿了力量。對一點的就等於說把給他雞的力量超，傳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去。對。咁你要不要去參加呢一啲文化交流嘅？有可能人哋比用吼，去參加一啲新嘅。你這個因為講，你這個對巴厘島印象會變成樣？本來以為那邊就是觀光地區，很多觀光客，但其實到那邊才知道說，那邊不是只有觀光客，他們其實主要的產業是農業。伊哋係農業。農業其實他們除了觀光之外，最主要的還是農業。咁伊哋農業係創個單呢係亂呢龜太橋嘅田咩？嗨，他們就是主要也是種稻米，所以我們有去看了梯田嘛。哦，伊哋係梯田。他們有梯田，那也有一般普通就是平地的那一種，但是他們就是有某部分梯田就是世界遺產。哦，係哦。咁歐陽咯，那你參加一擺伊啲印尼巴厘島嘅那種文化交流，這個有乜個想法？巴厘島他們是沒什麼車，沒有，相對上來說是沒有什麼車，不過主要他們還是巴厘島上的交通還是機車、汽車為主。台灣就是機車、汽車都很多啊，交公司就是事故就很多，越南就很少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為什麼他們胡志明市車那麼多，為什麼他們交通事故很少？而且速度都很快，這是很奇妙哈。到底是什麼原因？你要去研究一下嗎？對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的全部會閃不錯啦哈。對呀，但很有默契。那個圓環那邊哦，整個就是圓的，整個都是機車汽車都還能過呢，不懂到底是怎樣。人生每一擺旅行，我幫我哋人生帶來無同樣嘅方向同意義。今日我哋祝天國社會兩個小朋友對屏東出發，帶到台灣嘅精神，去到巴厘島去交朋友，去認識無同嘅文化。伊能帶過來嘅東西，都係台灣未來要發展嘅最重要嘅精神同最重要嘅意義。我哋今日感謝我哋呢3位來到我哋現場。多謝阿明哥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冇轉台哦，第下我哋話運通哦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用心，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。今日我教大家係毛巾操，你呢毛巾準備好係冇？準備好係好，加脫下來，放起來，臀線上，同下做運動嘅哦。好，第一個動作一樣哦，然後做啲暖身，來，然後同下呢毛巾邊嘅然後將緊放，好，我兩隻手將來哦，好，兩隻手來做一個畫圓的動作，好，1、2，喺前面畫圓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好，弯片画眼来做相反的画眼的动作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，来做一个减跳的动作哈。来，减跳后背画眼，减跳。好，竖张，竖臂。好，第后背画眼，再一次哦。减跳，竖张，竖臂。第3次减跳，竖张，竖臂。最尾100减跳，竖张，竖臂。好，后背画黑，来第前面来画眼的哦。好，一样哦，减跳第前面哦，竖张，竖臂。第200减跳，竖张，竖臂。第300减跳，竖张，竖臂。最尾100加油，好，第前面画清好哦。好，按来暖身做好了，按来拿入按来呢面拍，好，拿前面来哦。好，你做数卡入你面拍，好，用个后背去啊，你右数好来，用个后背绑润，好，拿润另外一片。好，那尽量呢，你可以的话呢，可以来较接近啊，2只手来较接近啊。好，做一个停留的动作。好，我反翅骨同我胸腔呢，都可以打开来。好，像我瀑布的人啊，好，时常瀑布的，好站姿模样好看的来做下运动，好，就可以改善哦。好，来做一个停留。1、2，都是数哦。好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我们转过来，再弯片哦。好，用个右手拿润，好，用个后背，你左手来第后背绑另外一片的毛巾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哈。好，可以的话尽量接近。好，是可能性可以，好，那个手呢相亲相爱可以扣在一起嘛，可以的话就停留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用，好用下来，好，我手呢轻轻的，好，慢慢的，好。就做一个放松的动作，好，跟人哈，按个胸腔哦，好，打开来，还有个反翅骨马打开来，好，来按来呼吸，好，呼吸松摆的动作哈，来2只脚打开来，2只手压上来，好，肚子数，10分数，好，我2只手脚趾头挺上来。第前面行4步哦，好，稳稳的行1、2，第前面行哦，3、4，好，顾下来休息一下，还记得莫按你的身体，莫按你摇来摇去，控制好稳定好哦，我的骨盆哈，控制好哈，来再一次，来我双手压上来，好，脚趾头挺上来，第后背行4步，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，好，放下来。好，刚刚的身体有安尼压上来嘛，有流汗的嘛。好，记得底下呢要淋一下茶哈。好，第2个动作，好，一样，2只脚打开，好，慢慢的手打开，第上面哈，好，慢慢的第5个走偏弯过去。好，做停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过来，好来，把你的右片弯过去，1、2、3、4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鼓来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松弛诶，好，阿能再一次哦，来，慢慢的打，好，顺出来，好，低前面弯下去哦，一样一节一节咯，骨头一节节，慢慢的做，好，慢慢的弯下去低前面，好，做一个前弯的动作，一节一节，好下去。刚下去的款的先可以不用瞄到的挺耐毛，好，脖子呢，肩颈不用强松，好，再来做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尾椎、腰椎、胸椎、颈椎，最尾跳拿，再放起来，好，来，手绳也放起来。第后背做全身的动作，好，师傅低前面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过来，好，不用下来休息，好，做一个缓和，来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要给动作，我也冇。等下再来一次哦，再来100哦。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100，好，来再来100哦，来2只腳打開來，還記得哈，數2個，腳挺空來，啲前面行4步，穩穩的行哦。好，1，越做越順，越做越好。2，一次比一次好，較進步哦。4，好，低後背，1、2，再放來哦，3、4，好，休息，好，2隻手撐放來，第5個左偏彎過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第5個右偏彎過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輕好哦，好，來變鬆。好，還記得啊，頭都搞嘅嘛，好，可以鋪背人可以多做下運動，好，我鋪背，我嘅好可以，我嘅身體嘅一個姿態呢，好可以改善咯，好，來做數拿，用嘅後背，好，右手，好，拿另外一邊，好，一樣哦，盡量，好，可以2隻手可以接近。好，做一個停留，停上哦，冇鋪背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更加來彎片，好，更加分片，來，你嘅右手拿空，好，用嘅後背。好，我做數來拿一片，好，拿潤嘅毛巾，好，一樣哦，慢慢的接近，可能先2隻手可以相親相愛，冇咁痛下冇哦。好，我感覺一片哦，好，我個緊繃哦，哈，那我綁到我嘅手嘅手背嘅線條哦。好，胸口打開哦，好，來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數個圓毛，喂吼，安尼那有效果哦，吼，要不嘅動作呢，可以開胸，好啊，預防嘅駝背，那唔好因鋪背哦，吼，好，來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好，再一次吸氣，好，吐氣，最明白，吸氣。好，吐氣，好，
今日的动作記得了冇？要記得明日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安能下次能來了，再見。